高雄大树无水寮北极店这庙头前有一口100年的古井，水道水普及了后，这古井就封起来。最近北极店重新征收，新闻有指示讲，这庙远甲这古井拍开，想要到封70多年啊，内面还阁有水。今嘛也拍算讲要甲这古井活化运用。三个人合作将坎伫古井顶悬的土角刷开，连伊会当看到这口井真正有深。无水寮北极店对去年开始征收中结，这口封70年的古井，最近伫地下讲的指示下重新拍开，大家拢无想到已经封这侪年啊，井底竟然阁有水。李长讲，古早遮叫无水寮，都是因为欠水。这口井大约有25米深，是水安甲水疗能力的主要用水来源。对地方来讲，真有纪念性。因为咱这个井啊顶悬要做一只陵。啊，一只灵的时候，这个水会当抽开，对喷的水出来安尼，会活化水起来呢。无水寮北极店以前是水疗甲水安能力里面做过出钱起的公厝，当地有一个真特殊的规定，就是要参加庙管委会的人，户口一定要登记伫这2里，才会当通过信徒资格认证。注意讲，2个里大约有1500户，目前已经有500户来登记信徒资格。代表信徒资格呢，就是爱识。咱的户口离咱水疗甲水安，每一个人，咱有2个信徒代表，拢总有45个人，所以讲选出90个信徒代表，才来选咱的理监事。有文书工作者表示，无水寮这个地号名上早出现伫地图是1727年，因此因推测这口井至少有100-200年的历史，是当地一个真重要的文化资产。后续会甲地方好好研究，甲古井做上大的活化运用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仓报道。